国内航空公司推出着9月初3军人节那阵商务舱，还佫为坐迄班无人机的军人就会当免费升等。这半暝3点的时阵，台中丰原有一个出租套房的火烧，一对情伴死亡。另外新店有人放火烧车，所烧着5间人家厝。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5 AM 新闻》，我是嘉豪。海巡署金马坪分署勤务指挥中心进前的主任曾宗辉呢，涉嫌长期以来，甲这海巡勤务表顶重要的公务机密泄露予中国的海警单位，搁再受人诬陷暗砍两岸非法业者伫遐走私掠鱼掠过界，在今仔日检方依照国安法贪污等罪嫌来甲起诉。两岸关系紧张，中国海警船一直侵扰咱金门海峡，海巡署人员是强力来执法，维护国家安全。不过，前海巡署金马坪分署的勤务指挥中心主任曾宗辉，却是涉嫌长期将重要公务机密泄露予中国的海警单位，也收集包庇走私。25号检方依照国安法贪污，也个告知法这罪嫌来起诉，并且没收犯罪所得。擅自泄露、交付公务上依秘密之事项与大陆地区所属之海警、渔政机关，建请对庄姓被告判处有期徒刑9年6月，并科新台币600万元罚金。检方调查曾嫌500向非法业者收钱，金额有上百万块，至少500架海巡的空务表这机密交付予中方，也把300泄露告知，影响边境的关系。检方也发现，伊捌收钱包庇违法业者伫离岛放养。也收钱来协助业者挖界养殖，也是走私。另外，也捌泄露诈欺的案件，也个告知予中国方面。在发生当时，我们就立即一次记2大过，追究他的行政责任，予以免职。我们会加强我们内部教育训练。台湾的周遭海域，包含外离岛、金门、马祖一举一动，就是他们的海巡的动态，都会汇整到勤务指挥中心去。更麻烦的就是说，假设这个勤指中心的主任泄密的话，日常的海巡署的一些正常作息或怎么应对方式呢，其实都被中国所掌握的。关署专家分析，海巡单位的群治中心掌握台湾海峡的任何一点仔变化，若是重要证据拢予中方来掌握，对着国家安全是非常不利的。海巡应该调整勤务作为，也个应变的方式，才法度对抗普色地带逐渐不断的侵扰。记者综合报道。华航宣布讲，这9月初3军人节当天，这商务舱那阵也个为就会当提供坐这个航班的军人来升等。目前中营和生武也推咧做，有专家是认为讲，这只有1天尔，对航空公司影响无大，日后会当看情形来规划活动。响应罗总统谈话，华航领先宣布9月初3军人节迄日，华航甲华信航空国际线会提供建军礼遇，现有军人坐松山、桃园、台中、高雄出发的开合线航班出示证件，会当享受礼遇柜台服务。另外，伫航班报到的作业结束了后，若商务舱有空位，提供国军本人免费升等到商务舱。在有收入的状况下，不能影响到客人跟员工的权益。最后有空位再给军人搭乘。那基本上，如果是只有这一天的话，基本上我们就不会再去这么强烈的反对。如果升等什么的，也是少数人他享受到而已，不是不好，但是没有全面性。信义上的传达，我觉得最重要。所以我觉得，反而在商业行为上去做这样的干预，我觉得反而可能会增加大众的反感。随后，其他国际航空也在咧做。中营航空表示，9月初3迄日，这中营甲立营航空为桃园、松山还是高雄出发的国际线航班，有机会享受升等商务舱礼遇摆渡部分航班，适用伫亚洲区域2舱等服务航线。另外，优先登记也扩大到1位市政冠属。成府航空也宣布，军人节迄日提供现有军人空位升等商务舱礼遇，适用台湾出发的亚洲线航班。迄日起，现有军人会当甲1名同行冠属出示证件，同向优先登记。可能航空公司评估觉得影响也不会很大，所以他们就都执行。9月也是比较淡季的部分，所以这个航空公司在操作上压力就不会那么大。
学者认为，规划类似金奖的活动对航空公司影响成本较细，也毋过目前伫9月初3无到10日，临时安排行程机会无大。有旅游部落客指出，有空位国军自动升等商务舱真歹变做常态性搭机夫。一方面是商务舱的营运成本较悬，另外一方面是会甲自家卡客的权益卡着，系统上较歹排除升等。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北市东园国小少棒队代表台湾参加威廉波特世界少棒锦标赛，今仔日是以7-0拍败美国队。咱台湾是让29年后，搁再摕到总冠军。这总教练也讲，伊带这东园国小的棒球队30多年啊，5届参加比赛，这回总算是摕冠军。稍微投进来，一个飞球，有机会喽！接上，比赛结束，世界冠军。关键赛件接赛，台湾小将拍赢摕冠军的时阵，大家欢喜甲小览。台北市的东园国小少棒队征战威廉波特世界少棒锦标赛，派出投手陈启成成功结束比赛，摕到总冠军。都你们在帅，我都没有帅到。我只是上来帅一下而已。这场冠军赛这部变焦点，教练伫6局关键时阵向画暂停，行上投手区，深切对话，互本来表情紧张的球员刷微微啊笑，队友原来替投手伫俩铃，互相加油。那时候已经2出局，要接近要拿冠军了嘛，我有感觉出来选手还是蛮紧张的，所以我就想说上去喊个暂停，但是我都不要提比赛的事情，我就是稍微先转移一下他们的注意力。台湾小将过关斩将，一直战赢了后，变甲真有信心。总冠军战拄到地主队、美国组冠军山区内华达州队嘛无伫带，安打投走率技术战总出，也互对手失误击到人。这届拍甲真水快，尤其投手林信哲发挥2刀流的手势。讲一记3垒安打，1困清垒，先发主导5局0失分。小舰队墨西哥甚至讲出超过82英里的快速球，连外国媒体都真注意。小泽报道，就教练都说把球投进去就好，谢谢队友，帮我守下那么多球，不想要去大联盟。林振哲这届比赛伫球速甲控球拢展现高水准，虽然真少年，目标已经确定要以大联盟做目标。总教练赖敏南比赛后嘛讲，带东园少棒30多年，5届挑战，即马总算圆梦。我在东园任教了32年，那么也历经了好几次来挑战这个比赛。那么今年我们也不辱使命，自己也算感动到，哽咽一下了。那当然也希望说。难得的冠军，等于说把这个喜悦也送给自己。威廉波特少棒赛为1947年举办，台湾定定拍赢。最后一届摕冠军已经是1996年，因为组队的问题，捌退出世界少棒联盟。伫电会比赛了后，这届搁再参加，让29年后东园国小少棒队搁为台湾摕到冠军的金杯。记者采访报道。行政院长杜英泰今去到立法院报告台美关税谈判进度和产业影响评估。杜英泰表示讲，目前台湾爱争取的有3大目标：第一就是更较好的税率，第二呢是协商232条款，第三呢就是这税率唔通搁再踏起嚟咯。行政院的副院长戴丽君也证实讲，美国的进口车也伫咧咱的关税谈判范围内面。台湾对顶关税为32%降为20%，暂时性税率爱搁贴加既有税率来计算。目前台美双方也在做最后的协商，上尾税率安怎，各界拢关注。什么时候可以做最后的确认？我们在8月1号前没能达成协议，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我国出口70%是半导体及 ICT， 尤其在逆差的90%。那美方也表示，这个项目在美方232的调查底下，那也联动美方232关税的政策方向，所以台美需要一些时间，持续就对等跟232一并对谈。行政院长杜英泰表示，台美关税谈判有3大目标要争取，首先是争取更较好的对顶关税税率，同时同齐协商232条款，也要争取无贴加税率。有立委关注，突出美国希望台湾开放几台车市场，而且美国对日本甲韩国亲像也有同款的要求，到底台美关税谈判过程中，敢是卡着几台车免税进口？在谈判的范围里面，那等到我们所有谈判底定之后，我们所有的细节一定会向国会跟社会完整的来说明。所有的议题都谈判完了之后，就会来进行总结的会议。总结会议就会来
议定最后的这个税率。我们的谈判红线是粮食安全、国民健康就是我们的原则。是，所以具体的内容呢？具体跟美方来谈判。有关台币关税谈判进度，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表示，拢也伫技术性的协商过程，希望会当重早进入上关键的组织会议阶段，未来完成协商了后，会送请立法院审议。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要开学啊，毋过受到这风雨吞大的中南部，这菜色霜冻真严重，而且猪肉价格搁再大起。这营养午餐的业者是真头疼，因为因含学校签的契约，一概拢是签1年的。当到这款的天灾也无法度调整绩效，就爱家己掠长补底。农粮署也讲，最近天气有较稳定，这叶仔类菜色有个定静，如果整体菜色供应9月初开始，绩效含量拢会较稳定。进前大水雨，中南部青菜产区是受灾真严重，然后这青菜价销是变真贵。就连猪肉价销最近的批发价每公斤也伫个900块以上，对着菜甲肉拢起起来，各中各小又搁即要开学啊，也过来团线业者一直讲挡袂牢咯。午餐的价格在暑假换约的时候重新招标，其实价格都定了，所以学校午餐其实风险就在于说价格定了，所以这一整年的这个午餐的这个食材波动。厂商都要概括承受，当然短期可以因应，可是很多家长其实也反映说，当时豆芽菜吃太多了，因为是团膳业者，毕竟他有他的一个考量，可是如果说像这样的一个比例，就会影响到孩子的一个营养跟健康。业者讲，就因少家己吸收成本，而且业者得占信用，豆菜也是冷冻青菜来应用。也若猪肉也是供应，只是无多遐尼接提供。不过最近若菜甲肉拢起起来，台北市农商工会宣布，两价每公斤批发价对44块起到46块。两个中啊，迄个风台落了，还未恢复再无两大项起，都要搁起2块，还无两好卖啊。农商工会讲，因为菜较贵，所以真侪民众就较接来买鸡卵。对于农粮署的数据来看，国内青菜价销伫8月11迄礼拜，平均每公斤是60块3，到18迄礼拜，继续来到平均每公斤是50块3，60块。短期蔬菜都已经陆续复工完成，来采收上市，大概在我们的9月上旬的时候会更趋稳定。也若过来换地价销，对7月初开始，平均每公斤106.07块，一直到8月也差不多拢是每公斤超过100块，2日更加来到每公斤112.04块，比7月初加贵6块。农业部讲，价销渴望伫年底慢慢回归常态。不过，这也互部分团线业者讲，下期开学即天实在真歹经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半暝3点的时阵，这新店行政街发生火灾，一台轿车导火烧，造成5间人家厝也火烧厝，有8个人赶紧送病院，目前是无性命危险。警方也找到一个63岁姓陈的查甫人，伊讲是伊心情无好才会办火烧车，目前警方还阁伫咧调查。大火一直烧，阁有真大的声音，那亲像爆炸声，规台车煞烧甲变一粒火球，火愈烧愈猛，炭到边仔的主体。消防局无到场随布水线灌救，暗过大火一直烧炭，烧到5户民家，所救队员展开抢救，加5个伤者送医，其中1个人捌唔知人，好甲再救治了后，状况渐渐稳定，所有人暂时无性命危险。有一些小瓦斯罐整个当时爆炸，所以造成1楼跟2楼，那2楼的部分是沿着遮衣板整个烧上去。中火事故现场伫新北市新店的行政街巷仔路，车已经存铁架，主体一边嘛烧甲拢乌去，地面有加树管。因为代志发生现场是无危险，而且导火车挡伫路中央，巷仔内住户真惊。当时火若是无拍花，惊无位通走。一直爆炸，一直爆炸，这样不知道该怎么办，就一直祈求它不要延烧到后面这样。因为这一条是死巷，它直接停挡在中间，就是只要整个串起来的话，根本没有人可以从串出来。火警是25透早3点发生的，未少住户伫困惊精神哩。这个案经过警方调查，锁定63岁姓陈的查甫人，伫晚间中昼甲人带回到案。伊讲心情歹，唔再去亲友主题外放火烧车。按过警方发现嫌犯进前捌甲亲人借钱好拒绝，所以这个讲法甲案情爱搁查。逮捕陈姓犯嫌，寻获依违反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嫌犯半暝放火，互人依法移送。火调人员嘛到场勘查甲采证，会持续调查导火的详细原因。记者采访报道。
同款是火灾来看，台中丰原的透早3点的有一间假做套房睡人的透天厝内发生火灾，警消人员伫2楼发现到一个查甫人和一个查某人已经是明显死亡。警方也讲，这2个死者应该是男女朋友，因那详细原因佫需要调查。虽然也是透早，也毋过住户全拢走出厝外，因为发生火警。就已经烧了，我就赶快跑下来。你怎么知道失火？我就闻到啊。哦，你有闻到味道。2号透早3点左右，台中丰原宜宽东路这个出租套房发生火警，警消协部赶去现场。虽然火势真紧的拍花，也毋过煞伫2楼房间内发现一男一女已经明显死亡。附近居民表示，导火进前听到冤家甲敲物件的声音，还有查某囡仔喊叫的声音。他一直喊救命，我就甲伊讲，啊你是安怎遐？讲救命，我讲啊是安怎哈？啊伊佫无讲，所以我就较紧走落来。应该问冤家去家己纵火吧？他有在喝酒。伊发查某会发救命啦，这查甫有听声来。我们到的时候门是紧闭，所以我们是破门以后进入。那在初期的时候，后面的住户他疑似有看到里面那个房间从阳台的部分，后面的阳台有看到有浓烟跟起火势的状况。警方初步了解，死亡的是58岁姓张的女子，甲53岁姓李的查甫人，2个人是情侣动机关系，进前并无通报家暴，也是保护令的记录。姓张女子的家属表示，伊日时拢伫厝内照顾失智的母亲，唔知影伫外口有睡厝。我问啊，他说住1年了。住1年了。阿哥离你们原本的家好像很近，是不是？很近啊，很近啊。哦，是。他有时候要回家照顾我丈母娘啊。他们有常吵架吗？这个我不晓得。互动呢？应该也很正常吧。厝头家强调，2个人看起来交往甲互动情况拢是正常，也有正常的立租金。另外，敢是有放火现象，警方表示，要等火调报告出来了后，才会当进一步调查赔清。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昨暗9点的时阵，屏东东港有一个27岁查甫人，参朋友坐船出去钓鱼，钓煞要回来时阵，却因为这海涌伤过大，人是互涌加入去海内面，今早去找到时阵已经过往。消防人员驶到树林船，今仔早起继续超找。昨下暗9点，东港安检所外海发生钓客落海事件。消防接到通报了后，出动东港分队甲第3大队。工船呢有2位钓客安全上岸，另外1位查甫人要找到，一直到今仔早起。早起9点40，救援人员把遗体搬起来岸边。死者是一名姓严的27岁查甫，本身是高雄人，伊是和另外2名熟识钓客做伙坐波特船对东港岸边出海海钓。下暗要回头时，因为海上变化大，这名姓严的查甫人被海涌拍落去海里。另外2人赶紧报案，找到人的救援人员表示，发现死者的时阵，伊的救生衣无弹开。他的救生衣不是自动那个。爆发的没有开，说他有穿可是那个没有拉，他就这个救生衣没有那个效果，没有爆开。前几天那个漏水，那个红灯塔那边对过来，刚好那个东港渔港的中间。于25日早上9时，于东海西出海口航道寻获严姓男子，全案后续由相关单位办理相应事宜。屏东东港伫顶礼拜20，较发生查甫人骑机车落海的事件，昨个发生海钓意外，海巡提醒民众，若要进行海上活动，要注意风涌的变化，确保家己的安全。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来看这个猴有影是真猖狂，这高雄茶山寿山附近的台湾米猴是愈传愈多。中山大学附近一间早顿店，最近2个月呢，逐工拢有这高僧仔来甲因抢物件。专家就是建议讲，这店家呢，食食着爱放伫咧冰箱或者是箱仔内面，莫互猴看到，因就袂去抢。这只狗爬起伫早餐店的柜台，虽然头家一直话声甲伊赶，不过这只狗拢无咧惊，看伊走入去乒乒乓乓摕一个餐点走出来，而且这毋是第一遍。直拿，而且他们有时候当场直接拆，挑对，直接拆着吃，拆他想要吃的，他不要吃的他都不要了。
本来是伫咧茶山、寿山一个中山大厦出现的猴，这几年是向遍地传过来。即间伫高雄高山临海二路的早餐店，最近2个月差不多逐工拢有猴来，有人写来一只，有人写来一吨，有人看到猴就了3名治疗，就伫现场吃。我觉得有点恐怖，因为我们在里面喝咖啡的时候，他就会来抢。 只要有塑胶袋啊，东西都会来抢。前几天就是在那边翻垃圾的那个，就超级夸张，而且还是晚上。看这猴坐伫咧青阳灯湖顶头白癢，伫即款猴牵线行为愈来愈严重，甲人类的生活圈相踏，造成真侪人甲猴的冲突，命体可能会当甲门窗关起来，不过店面就无法度。有一种那种保温的冰箱，它其实是可以有锁扣的，那个其实猕猴也打不开。那或者是简便一点，就是用保丽龙箱把它放在里面，其实它看不到，它就会只会针对它眼前看得到的东西，像塑胶袋或食物去拿取。 专家讲，若要赶猴，会当用较温和的水枪，唔通摕叉鼓或者是摕枪攻击，除了避免伤害猴，也是避免猴若被威胁了受气颠倒的攻击人，造成人甲猴拢危险。记者综合报道。到目前呢，这立委的罢免案拢已经结束啊。总统赖清德顶礼拜六就宣布讲要来调整内阁，外界本地是预测讲今仔日就会公布新的内阁名单。不过行政院长杜永泰表示讲，昨才开始进行，会并一礼拜内面来甲完成，也让5万民众和国会呢都会当支持新内阁。 两部罢免案结束了后，总统赖清德正式宣布调整内阁队形。原本国会有725会公布新阁员名单，不过行政院长杜永泰证实会延后公布，并伫这礼拜来完成。所有正式的内阁人事的调整都是从昨天才开始的，那前面都是在做一些预备的工作而已。所以我不可能今天有确定的人选，希望能够在本周稍晚能够向国人提出一个报告。 那么也希望这个新的内阁的组成能够得到国人及国会的支持。杜永泰指出，除了已经请示的部会首长之外，也当咧思考甲定选部分新阁员，希望会当为内阁注入心血。也传出改组延后原因是卫福部长柯泰源顶伫防疫见了后，到他拒绝发出请示批。我想要求见赖总统。谢谢大家的关心。那辞职信会发吗？谢谢大家的关心，谢谢部长的这一个努力哈，大家都有目共睹。很多政务官跟着赖总统来，我们是要来做大事，不是要来做大官。定将可能接任后执政部长的团文副长吕建德也替柯泰源讲话，保证内定转任经济部长的江明心同款真低调。然后接掌经济部长的消息嘛，已经获得真实的吗？像这样子的一个傲慢，还有这样子一个藐视国会的阁员，你说他到经济部之后会比郭志辉好吗？我并不觉得。内阁的调整，我们还是希望赖清德总统要真正的拿出诚意来。我鼓励卓荣泰院长大破大立进行内阁改组，然后给社会一新的气象，不需要把每个会期都要进行的正常的事情无限上纲到逼宫，然后总召的事情。另外，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部高思瑶、陈培福等人，前几日也是连续宣布请辞。对总调郭建民表示会慰留，高思瑶讲，唔敢接挂总调的电话，坚持会下进其他党团后一个会期会有新的气象。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教育部政务处长叶秉成泄露各性平受害者的个资，这教育部性平调查委员会调查3个月，落尾认定讲伊无违反着性别平等教育法。叶秉成也已经辞职了。也那这个被害者呢，这个学生早起是有开记者会，强调讲伊无来甲伊会实的。也那教育部的调查结果，伊也无要接受，而且已经告这个叶秉成违反着个资法，北检也已经等咧分案调查。你前后发表了2次声明，没有一句是对着我道歉。对不起这3个字，你从没说出口。教育部政务处长叶秉成伫咧社群漏泄个资，经过3个月调查，教育部认定伊无违法，这个结果互被害人感觉无法度接受，拜伊伫咧台学生甲立委议员的陪同之下开记者会，要求叶秉成爱回实的。他在这个事件上只会用模棱两可的文字在逃避责任。我请问的是，如果他今天没有请辞，或者即使他请辞之后回到了台大，继续担任教育职务，是不是意味着他还会在未来又可能面临一次又一次需要负担
保密义务的情境。另外，针对教育部的处理态度，也互受害学生批评讲流程修过凊彩，而且佫有大细心的行为。调查判定叶炳成无违法，也互学生的身心受到严重的创伤。教育部的态度更令人心寒，当时对外承诺在1个月内完成调查，却在期限倒数前10天才联系我，要5天内提出说明答复。相较之下，却给叶秉成1个月的时间，结果却是叶秉成没有违反性平法。学妹拿出她的手机，颤抖着请我协助跟委员说明的时候，她一直在吐。在那个当下，没有任何专业的咨商师、心辅师、医师在旁协助，只能学妹一个人加我们在现场擦拭地板。台大学生呼吁教育部应该马上退回调查报告，并且重新稽查。另外，针对这位家人性骚扰的社工，台大回应目前已经调整伊的职务，原来教育部到结果为止也未做出回应。记者台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婚姻的达德能源风电弊案，今日一审判决出来，这国民党籍的议员王佑民去互判刑9年6个月。在迄个时阵做议长的国民党议员沈宗良，敢若判刑3年6个月尔，引起外界讨论。婚姻地方法院是表示讲，因为这沈宗良有真多态度良好等因素，符合减刑。2023年爆出来婚姻达德能源弊案，经过30个审理庭期，25一审判决公布，其中刑期225万的国民党籍议员王佑民，依照贪污罪判9年6个月。不过当时的议长共党议员沈宗良当年刑期2000万，却是判3年6个月，引发注意。前议长他涉犯的是贪污治罪条例的不违背职务受贿罪哈，他本身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的罪名哈。那不过最主要是他在侦查中跟审理中都坦诚犯行，也缴回犯罪所得，那这本身就符合发动减刑的条款。第二届说沈宗良符合减刑条例，王佑民是因为好人缓刑，而且无达到减刑条例，判9年6个月。两个人对判决结果反应真无同。我可能要跟律师再研讨。那他判决了3年6个月，我认为这个刑度也不是很重。我们表示遗憾然后我们也予以尊重。收到判决文之后，我们再来做所谓的上诉的准备了。根据了解，达德2019年起，离婚姻社风纪法定，古那拜引发一个抗议，造成建造甲使用执照处理无顺利。达德董事长所以找沈宗良甲王佑民请求协助向官府出示许可的公文。实际上，这件毋是婚姻头一层立零的弊案。现任议长吴凯做议员时也牵涉收钱1480万，大细口訛未了甲利润4项，也有5位乡长、1位乡民代表不收钱也是要提钱，都已经起诉也是判刑。婚姻馆长张立先认为，中央应该检讨立零的政策。再生能源不只是让金融机构也面临到很多的这些困境那甚至呢，太阳能业者又把这个存购的这个电价高价卖给我们台电公司，这样的情况下是恶性循环。一审判决公布后，地方关心沈宗良甲王佑民去留。民政处讲，议员犯贪污罪爱3审定案才需要改执，即阵一审2人也会使上诉，议员资格无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但若是洪灾经过个月啊，这台南七股顶东灾区也未完全复原。虽然市政府已经有发慰问金，不过因为这申请面积共款，甚至是讲有的是中户，有的是无共，审查有去签到。那七股区公所就表示讲，目前的核发率有8成3落，8月至到进前呢，拢会当搁再申请。今日大土起，灾民哪去破损的所在，哪公家拢总爱开钱，无恐惊大雨来就会滴水。但若是洪灾过1个月啊，灾民拢咧重建家园。虽讲政府有挂修缮的慰问金，不过保无到位，民众讲即阵干来当先甲人累钱，加减来读。1010万的对。敢过啊？有可能过啊？一定过啊？有过啊。所以你感觉因即个速度安尼咁紧？足紧！政府说要紧拨落来互阮啦，无阮拢爱去招啦。感觉足好的喏。即摆有较正常，有较恢复啊啦。有啦。为了加速家园复原慰助金发放进度，但是政府跨局处支援，嘛利用假期加班来审查。不过有未少案件，像徛假实际面积无到20平方公尺，煞申请超过20平方公尺的补助，也是共一个人重复申请，地属公所就要搁去会勘，影响核定速度。那以东西区7股来看，受理中案件拢总3110件，核发有2470件，无符合的有139件。星期五为止，目前大概有8成3左右了。
那总统跟市长也非常关心我们的合拨率的问题啊。就公所而言，我们的同仁都不分假日来出勤来加班哦，那也非常的辛苦。厝顶甲外墙算海面积补助金分1万、5万、10万。在地里长肯定1万块由市府发送的速度确实真紧，不过里长反映当初是申请慰助金的面积，参每合工班认为结果不同，地数申请补助面积有寡定大。因为即摆公部门有每合工班吼，来要帮因做即个看厝顶的即个契约已经签约啊吼，伊发现讲吼，伊这歹去的唔定100平方公尺啦。公所回应申请补助期限到8月29，乡亲陆续的收到核定单，若假有任何问题，会使提出复习的申请，公所就会校正会勘。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伫咧台邦呢，这公车司机真恶找着人，也造成一寡路线公车车帮变甲烂甲真长。最近公务处伫咧有优化路线，今年1月20开始呢，驾驶长搁再加薪水8000块，也改善这驾驶的工作环境。驾驶是有偏去年同期有较加挂，毋过有关欠500多人。公车到站旅客排队上车，疫情期间大流失的北市公车司机，疫情了后还是无回来。5年来减少要2成，等车的时间变长，旅客坐车嘛真有感觉。就算这部分应该可以体谅啊，就慢慢等。如果大部分都用 APP 的话就还好，就是看他什么时候到，然后就什么时候过来这样。当然是有，可是目前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困扰，不然就是坐捷运啊，改其他的交通方式啊。台北市公运处指出，以人车比1.26来说，台北市公车阁需要515人。今年初配合提高运价，要求公车业者替司机加薪8000块，阁爱改善休困的空间。到今年6月，全市的司机有3707人，淡薄仔增加，脱班的情形也有减少。人力比较不足的时候，如果有开车的状况，或者是突发有驾驶长因身体不舒服要就是请假，那变成他的班次没有办法按照原定的一个核定服务水准去开车。公车业者分析，司机的压力来源是工作时间上长，也是休困时间无法度春秋，拢会影响到家己的机关。北市人力相对充足的客运业者来讲，司机平均年岁已经52，业者提出各种的奖金，希望会当吸引新人加入。任用满1个月的话会发2万块，那3个月、5个月、7个月都各发2万块。各行各业拢咧抢人才，业者也希望主管机关会当提出搁较侪条件来招人。像有关市政府已经提出计划，提供免钱的驾训课程和有薪水的受训，提高无大客车驾照的人的转接意愿。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苗栗地检署去年接到检举，讲这苗栗后人有人伫咧山谷偷倒用件废弃物，检警成立专案小组，追查10个月，抓到苗栗上界大规模的集团性环保犯罪。这偷盗面积有5个卡球场遐尼大，也拿这犯罪所得赚3亿，检方甲49个人起诉。这其中也包括着台北市土资处理商业农业工会的理事长，也有一个后人在地民意代表。车冷冷的山谷中出现大量土风，色调真无协调，量体真大，甚至透过画青画片拢看会到。实际到现场一看，全拢是废弃的庄仔厝也建筑废材。检方表示，苗栗后人这个山谷长久以来正做犯罪集团偷盗一区，为空气画面会当看到规个山谷拢是废土，经过10个月查缉，成功破获这个环保犯罪集团。我们过去只着重在我们抓到最后的司机，但是我们并没有能力甚至是没有办法去追溯上面的一个弃置废弃物的源头，所以这是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检方查出，这个集团为着闪废土的清运费用，将北部建安3省的废土由配合的清运业者运到苗栗岛，佮由土资场业者开假的处理证明。3方形成完整的犯罪链，检方最近侦查，以涉嫌组织犯罪、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甲规则文书等罪，起诉包括北市土资处理商业农业工会理事长，甲1名后人地民代表，有49人，其中15个人获羁押禁见。我签什么字？他自己的土地啊，自己的车队啊，自己的公司有没有？他们
他们自己下猪场的公司在运转的，那也不用我们去牵线啊。检方表示，查获的5个非法的弃置地点，总面积大约等于5座脚球场，其中一个废弃物也堆到10层楼悬，犯罪所得掠算大约3亿，也毋过为什么时阵开始到已经尽派赔偿。苗栗县府表示，内政部虽然定期进行维持查捕，也毋过实际到现场了解也要时间。内政部的文下来之后，到我们的地政处，地政处会发文到18乡镇公所，他如果是查报是否违规，地政处会移到我们农政单位。苗栗县府表示，为清查捕成本到县府甲公所，拢爱行政流程，未来除了协调简化，也会加强甲警方合作，阻止传播犯罪。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高雄凤山溪烟花的工厂是真济，不时传出着头排废水情形。环保局今年到单日拢总查到16件，其中一个月查到7件，拢是伫咧水头大树区的下厝家遐，而且全部拢是食品工厂。当地居民讲，只要透风，规条巷仔拢是臭毛毛，生活品质有影是足歹。做讲新圳水头这条沟仔内底水白白落落，顶悬阁铺一沿垃圾啊，风一吹过来，一阵正歹闻的臭味随降入鼻孔底。高雄大树下厝街60巷家，大约40户的居民，规年冬天拢爱闻这款臭味。居民讲，这个厝差不多30-40栋啊，因过也无工业城的时，厝后这条沟仔水清鱼也阁济。自从工厂愈来愈济了后，这条沟仔完全变款，大家拢生活伫臭味当中。哦，迄臭鸟子啊，味咱平平。啊，种味种臭真啊闻无的啊！啊，敢徛倒仔过，当个爱搁禁几个月。迄拢迄落猪肉废水啦，猪肉啊豆腐都做超生呢。检验说没有毒啦，那叫没有毒，那个毒死人，那个很臭。大家这边的臭到都那个都说头痛头晕。都不住这边，有些还甚至去外面住。居民环境臭味影响生活，环保局也随启动专案稽查，想不到对7月25日起1个月时间，就伫巷仔边100公尺远的工业城查到7间食品工厂头排废水。环保局表示，凤山溪烟花有10多间工厂，因为定发生头排废水的代志，因今年甲单拢总查到16件，其中下厝的这7件，除了裁罚3万至8万以外，也爱业者限期改善。经本局采样检测。悬浮固体及化学需氧量经超过法规标准80倍以上，已要求业者加装处理设备，并限期改善，且针对上述区域持续加强稽查。除了加强稽查，居民5万公部门会当要求业者爱做好废水设备的改善，莫互因逐工门窗拢爱关条条，就连衫裤嘛因为惊倒着味，唔敢拿伫外口。记者柯家如邱朝向高雄场报道。高雄市立美术馆最近甲这来为碧水岸边的树仔，还佫草布拢刷走，贴大石头来施工。也若保育团体是质疑讲，这款的修复工法会破坏在地水鸟，还佫染啊地生态。也若古美馆是表示讲，这工程还未做煞，日后也会营造适地生态环境。原地拢是树仔甲草埔染啊地生态的来龟鼻，现在测试的水花已经正做一粒一粒的大石头。高雄美术馆园区的来龟鼻对3月份开始做水花修复工程，因为水花的土流失去，官方经过讨论用大石头来塔做护花，但是这个做法引起保育团体伫面前大部分质疑，因为树仔草埔地无去，石头嘛会破坏原本的染啊地生态系统。这款做法会互当地鸟类生态渐渐消失。有接来这运动的民众讲，确实影响真大。中间那一区就是那个鸟类，鹅啊、鸭啊、白鹭鸶都是在那边的窝。以前这边后一大堆的那个鸟啊，什么生态都很棒，可是现在呢，没几只。本来水岸边的森林、水生植物，它会是水鸟很重要的栖地，而且甚至还有萤火虫在那边发现。那现在你弄掉之后，这些生态就不见了。针对保育团体质疑，高美馆表示，因为施工需要目前水规港价到55公分悬，大石头只是为了保护水花，后续佫会做浅热甲粗坡。等到工程拢做好了后，规个水柜会佫称悬，未看到这石头。先把大砾石先堆叠起来，到最后我们会有一些中小型的砾石来去做沿岸的一些修饰，然后接着的话就是一个水生植物的种植，最后的话我们希望可以达成护岸。绿化，然后也提供给我们湿地的这些生态更好的栖息地。保育团体认为，这摆工程会将来规避的水规提悬，那对扣水无帮助，也影响树仔的生存。高美馆强调，工程按算11月底要完成，因也会参考大家建议做调整。
记者郭家祖、柯超勇、高永昌报道。家己报地好比你呢，才有真水的海沙坡，不过游客来到这，却把粪扫留伫咧在地，造成这居民的困扰。民众伫海沙坡遮来耍水，捡野生的蛤蟆，当地民众甲志工煞捡袂了的粪扫。嘉义县布地好美丽的湿地保护区，因为大量的游客来遮，对当地的环境带来正大的迫害。就是有人如果来这里上厕所，卫生纸就乱丢，然后还有内裤，你看随地丢衣服，然后这边卫生纸。各单位啦是讲咱这游客嘛，家己小约束的咧，迄个垃圾啊，尽量就是讲减少啊，能带走就带走啊，不要留下。志工表示，侪侪游客除了替环境制造真侪粪扫以外，有一寡来遮的人，佫会直接甲车驶起来海沙坡，这对遮的生态拢会去造成影响。就抓心劝导，然后还很凶啊，又呛你说要怎样，不行还是怎样？我说不是不行啊，是欢迎你们，可是希望你们最重要是把垃圾带走就可以了。开车上来，你的轮胎在碾压过程当中，在高速碾压过程当中，这些生物生态其实会被破坏。那如果你有1台车来、2台车来，以后是100台车来的时候，这些土地可以让你这样子蹂躏吗？当地民众讲，这个海沙坡是真侪人用11吨的时间，种1万多丛的食物豆豆啊、杂沙来形成的。即马才做观光的好所在，那的人煞拢无减少。当地民众甲志工拢希望相关单位会当来重视，莫让这个所在自然环境一直受到迫害。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行政院消保处最近调查这污秽处的定型化契约，发现有74个建案内面呢有20案违规，罚983万。其中消保处特别调查英国有2摆以上违规记录建商，也发现讲这无的建设。富旺国际开发也个幸福发建设呢，拢总有5个建案也是违规的，甲伊每一间拢罚90万。伫工地真侪动形机具全新的维修处，未少消费者真介意。不过行政院消保处警告，签约一定爱细致。即阵仔调查全台湾74个维修建案，都有20个无及格。位在新北市新庄区的这处建案，如今还在施工中，却被消保处发现房地让与或转售条件不合规定，开罚90万元。消保处动发，因为这个调查拢总3大范围，包括全国销售前10名建案，电影销售过8名建案，也甲有2个违规记录的建商所属的建案加强查核。前一个违规的建商当中，无得建设所属的一个建案，房地让收也是转售条件违规。富旺国际开发所属的2个建案，拢是验收的部分违规，也甲幸福发建设所属的2个建案，包括房地面积误差、通知交处期限等真侪项违规，各互咱罚90万。主要的违规它要有4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违反这个定型化契约中所规定的验收，这违反房地所有权移转的登记期限的部分，违反通知交屋期限、违约处罚的相关的规定，就跟建商去做换约，就是把原先违规的条款要换。另外，伫电影销售排名，中华县总计建设的新都坊是单一建案都违反7项规定，互人罚35万。专家提醒，维修处、交处经纪制，呼吁签约进前一定要注意定型化契约的内容。他可能都会借由跟买方之间的个别磋商来去更动这一个定型化契约。那这个部分，如果当业者有要用这种方式来跟这个买方磋商的话，买方这边就要特别注意一下说有没有可能这些经过磋商的条款就有可能会是暗藏陷阱。专家提醒，维修处上集款的陷阱包括交厝尾款应该是总价5%，未少业者会家己改变价销已经违规。另外，亲像验收时间嘛，会有特约条款，也是附加条件。若是随便增列权利义务实行的契约条款，拢是侵害消费者的权益。记者采访报道。国健署统计指出，讲9成的胃癌患者呢，拢捌检出着幽门螺旋杆菌。这种细菌是对咱人食落去腹肚底，若阵一家伙仔做伙用餐，有可能会互相喂来喂去。建议带做伙的人爱做伙体检治疗。
胃癌是2024年国人10大癌症死因排名第8，有2000多人因为胃癌过身。英国真侪人认为，治疗胃癌是因为爱食烘的甲加工食品。不过，这阵啊，医界研究证实，主要的关键原因甲胃部感染、幽门螺旋杆菌有关。胃癌3部曲嘛，胃的慢性发炎、萎缩性胃炎以后，才开始进入致癌的状况。在它的前头，就是说在幽门杆菌这一块做一个阻断，延缓我们的胃部进到所谓的慢性萎缩性胃炎，未来胃癌的发生率就会下降。医师表示，胃癌成因复杂，不过研究发现，9成胃癌的患者捌验出幽门螺旋杆菌。国健署统计嘛，发现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了后，差不多有9成的患者会出现慢性胃炎。只不过真侪人胃痛、消化不良拢无看心，差不多有1成会发生胃溃疡，还是12指肠溃疡。另外有1%至4%会治疗胃癌，以胃癌风险是无感染者6倍。医师提醒，尽管完成治疗，也是有可能做伙食物件，搁再感染。建议做伙大的亲人拢爱体检。如果家中的一个成员有幽门杆菌感染，其他的成员其实都暴露在这个风险里面。最应该筛检的，尤其是配偶。通常夫妻双方的口水接触是最多的。医师指出，有胃癌家族史、长期食薰啉酒、爱食酱咸加工加高盐饮食者，拢是胃癌的高风险族群。建议加幽门螺旋杆菌治疗长期，通降低以后去治疗胃癌的发生率。记者采访报道。伫咧美国的马里兰州传出有人去挖到螺旋新厝病案例，这种好神生的赛期呢，会食这寄生煮的火甲肉，严重会无命。医生也提醒讲，虽然台湾目前是无病例，若准这动物伴是对疫区登来到台湾出现症状啊，就要特别注意。规定好神伫牛的身躯边爬来爬去，这是牧场常常看到的光景。不过，所有牧场的主人头壳摸在烧。We have calves that soon are born, well, you know, navel's open, and they lay the eggs there. 业主更加忧心的是新世界光类神，这种后神会甲卵放伫活体动物的空喙顶面，便拿互伊孵出来，这处毋是留伫空喙表面，伊会一直钻入去肺甲肉内底。上严重的就是甲宿主食甲死。中美洲几个国家已经发生疫情，搁再拖就北，恐惊会威胁到美国的牛肉甲畜牧产业。It's an issue that will affect every single person in one way or the other, because when you go to the store to get something to eat, you don't get much to eat without farmers and ranchers. 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马里兰州已经有一件人类治疗光类神厝边的案例，患者是按瓜地马拉转来美国，不过目前官方也未正式来证实。若是有影，这就是美国这几年头一个人类的病例。虽然人类感染是真罕见，不过若是互寄生，有可能会致死。它的幼虫呢，则是有可能呢会在活人身上，就是所谓的生鲜组织到往下继续吃下去。所以说，在我们健康的人身上那些开放性的伤口或者是健康的黏膜，它就可以被产卵了，而且会一路侵蚀到我们的深部的组织，是相当危险的一个状况。美国再度发生光类神致病的案例。台湾虽然到今并无出现过光类神病的病例，不过医生相关有提醒讲，动物盘嘛有可能是潜在传染源。若是咱厝内动物盘按疫区转来台湾了，有身躯上甲挡袂牢，坐立不安这寡镜头，一定要甲兽医报告旅游署，量早诊断甲治疗。记者综合报道。这礼拜5就是旧历的7月初7七娘妈生，有人讲这牛娘一年才会当上会一摆。廖庆基歌戏基金会也替这7世夫妻地在做歌戏，甲台湾出名的小生小旦拢找来扮戏。台顶扮演的是牛娘和吉利的故事。当年的旧历7月初7就是七娘妈生，嘛是牛娘和吉利见面的日子，也是华人的情人节。廖庆基歌戏文教基金会也特别推出来7世夫妻的戏出。为开始金童玉女开始拍落番间开始做嘛，所以一世做到上啊尾的时阵，就把甲迄个七娘妈生甲合作会，要讲的代志其实是要去争取自由恋爱这件代志。这是廖庆基歌戏基金会专门为7世安排的歌戏表演，对第1世搬到第7世，演出上尾1世牛娘吉利因为去互剧方大地铁线，一年才会当见一解面，记袂到囡仔的吉利和伊6位姐姐就伫咧天庭暗中保护囡仔，所以民间信仰者来讲，七娘妈是囡仔的守护神。你是
我的礼物送互拄呢？这是这个牛牛，这一年来为母两姑爷甲两位孩儿所做的衫套。这届演这里的地温如分享演出的感想，讲甲目屎直直流。伊讲因为这里的故事，互伊开始谅解顶挂有家庭，无法度陪伴因三姊妹大汉的老母。妈妈伫摆伫另外一个家庭的时阵，照顾伊的其他囡仔，有可能嘛会受到困。慢慢我就会感觉，我的心结就会开。廖庆基文教基金会表示，这届结合台湾无同的剧团，要对这个拜歌演到礼拜，连续要搬3天。演员对5年级到9年级拢有，希望互中生代和新生代演员互相交流，也替歌仔戏拼传承。记者李亚轩、林秀凯台北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顶礼拜发生2战恐怖攻击，当中有18人死亡，90人受伤。那哥伦比亚政府呢是把这问题赖予 EMC 这个反政府的游击队组织。其中发生这汽车炸弹攻击的西部大城卡里，市长宣布进入军事戒严状态。位于哥伦比亚卡里市的军方飞行学校有军真侪消防车甲救护车排伫路边伫等待，军警也用封锁线围起来。当地时间2拜4，军方的飞行学校护军传出汽车炸弹攻击，造成6个民众死亡，也有60多人轻重伤。对此，卡里市政府宣布一项紧急应变做法。Ante la delicada situación que hoy vive nuestra ciudad, he ordenado la militarización de Cali.Adicionalmente, hemos reforzado la presencia de la policía en las entradas y las salidas de la ciudad y todos los organismos de seguridad del Estado están desplegados para proteger la vida de los caleños. 除了进入戒严状态，市府也下令暂时禁止大型卡车入去市区内底，来防止短时间内再发生恐怖攻击。同时，市府也悬赏相当1万块美金的奖金，好提供消息协助抓到这个嫌犯的市民。汽车炸弹攻击发生之前，高国警方直接直升机伫执行打击一个高科技闪地任务的中途，遭到无人机攻击摔落，10个警方人员全数来罹难。哥伦比亚政府把这个箭头指向 EMC 组织，原本属有极左派游击队哥伦比亚革命军 FARC 的派系。FARC 经过几年甲政府军的对抗，伫2016年达成停火并且解除武装。不过 EMC 拒绝接受，继续甲梅毒的首脑交结，并且对军警发动攻击。除这以外，另外一段极左派游击队哥伦比亚解放军 ELN 到即阵拒绝甲政府和谈，也不时来发动恐怖攻击。西班牙国家部的分析指出，这和哥伦比亚安全情势伫2016年和谈9年外了后，即阵依然是真无安定。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英国是中国上大间的第三公司，中国恒大今仔早起呢，正式对香港证券交易所独排，也就是入市。恒大2009年伫咧香港股市公开发行了后，这市值要冲到美金500多亿，却因为中国打压这房市，恒大财务和债务危机刷起来。有专家认为讲，未来会有愈侪间收起来。爬上天堂，搁落伫地价，这是中国恒大伫港股闭关落价的现况。2009年伫港股 IPO 了后，恒大顶中国第三开发商，算交我管理，疯狂周转，民众也得咧查房。曾经2017年将恒大伫港股市值冲起哩510亿美金新高，也互股价因超过马云、马化腾，正做中国上好业。因过这场世纪大波，点火是中国政府提起灭火器也是。2008年美国出台规矩了后，中国为了刺激房市，实施各项税务优惠，等于是鼓励民众甲第三方家己赌局。世界银行迄当时掠算中国的房地产投资达到 GDP 的13%，高过 OECD 国家的5%。2020年，中国针对房企的融资提出3道红线监管，开始打房。恒大等第三商方卷入风暴中心，资金断裂了后，会导致停工、烂尾楼、讨赔，一定场。我跟你讲，9月9号暴雷，8月15号你们这块还能晚上还发那个呢。那是。对于我们的资金链来讲的话，就是扛不住的，就已经断掉了，所以没有办法，只能现场维持。2022年了后，疫情防控，搁一摆将中国房市拖入谷底。伫这了后，中国恒大伫港股的清算停牌落市，拢只是其中的一个状况。
What we see right now in delisting, it is really largely symbolic because the market has pretty much anticipated the pressure in the sector already. So having said that, it still marks the end of the golden age of China real estate sector. 公司新闻安荣辉编译。咱做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6度。 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3度，平金马马祖对26度到33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